将适量的海风吹过来，咱的过去热回热去。强势所代表的係大部分嘅天主教徒，加埋些係能夠保護整嘅基督徒。東岸嘅拍攝係象徵兩者兩地土地單位和平共處。來看國家愛爾蘭島，日島兩國係最好嘅形容。從19年最年嘅10年初六，到英國簽下日內條約之後，除了北方嘅六權也是厲害被愛爾蘭之外，其他26隻權變做咧愛爾蘭自主邦，也是1948年之後嘅愛爾蘭共和國。呢國家面積並唔算大，大體台灣嘅兩倍，行嘅兩者都體力環境同民族性有住異度相像嘅地方。Ireland is an island nation, so like Taiwan, it's very surrounded by water. Therefore, the people have to look to themselves first and foremost for their inner strength, and that gives them a certain sense of their history, their heritage, their character. 同時對自然環境方面，本應按照翡翠之都嘅愛爾蘭，也攞荷蘭人所看到嘅風雨無沙強弱，萬乃漸強，世界容量。我鬼片強就有樹亞林裡嘅愛爾蘭，就喺港中嘅地方實當少，加起來滿島國土面積嘅17%。條擺國際名日項目安島，重要東西從頭唔難事，建接是促成嘅140年嘅大饑荒。將權150萬人本要死，然後有100萬人，過不久離開故鄉。愛爾蘭的土地為種植東西，其中讓人是當時嘅奶沼地所促成的。而家呢一所在地方係愛爾蘭非常有名嘅奶沼地，鄉親有可能會非常好奇，到底乜嘅東西按做奶沼？其實所講嘅奶沼是包含強台還有植物，佢哋都體內底下累積幾千年嘅時間所形成嘅。奶沼最大嘅特點是，對呢一種地方完全冇法度耕種，不過安穩體現對愛爾蘭實佔咧5股1股嘅面積。同時重點係奶沼地包圍係被愛爾蘭人發現，原來叫做沼地者會變做 turf， 亦係所講嘅奶炭，或者專門就提示奶炭就係當作燒氣嘅燃料，用來創造機嘅經濟價值。呢下愛爾蘭人從頭講，當到事情對其他地方係當嚴重，我並唔係切莫，我顛倒對愛爾蘭當到事情本應除咗當切莫，談起來當場也冇咁嚴重。除了三條路線，愛爾蘭嘅人氣也屬唔為難。1973年加入解下歐洲共同市場，變做 TGP 歐盟嘅新人國之一。呢隻動作本澳門嘅愛爾蘭對歐洲嘅地位時來轉來有動態轉變。從1988年本經濟學人雜誌批評咗歐洲嘅歧視率，到1997年強本雜誌變到將佢按捺咗歐洲之光，人哋嘅功勞都係來自歐盟嘅協助。所以講愛爾蘭從1973年是加入解下歐洲共同市場，也就理下你所啲歐盟。我愛爾蘭僅僅從歐盟收費係最近嘅10多年嘅事情。在呢你看到呢一項按照 Transforming Ireland 嘅計劃，實際上長達10年時間，大規模嘅行動，歐盟提供了大量嘅資金，然後代理嘅貸款，幫愛爾蘭在進行大規模嘅建設。多麼奈何嘅係，2008年嘅年代，從美國所爆發嘅全球性金融海嘯，本出口佔嘅 GDP 75%以上嘅愛爾蘭免疫太少，但係外資大量灌廠曬走。市盈率見外見高，強強未突破10%。之前嘅抗議鐵之父也是做得苦短，有住最細片嘅骨頭，讓足戰選，電台下年擺，長期可以機會。下新聞次會本詳述年對愛爾蘭所作為採訪報道。